度現場有萬幾個觀眾，你哋係咪好少睇四面台？我就將呢個好特別嘅新鮮感送俾大家。雖然可能好多朋友喺紅館已經睇過四面台，但係我相信好多大馬嘅朋友喺大馬呢個地方就比較少睇到四面台。希望今晚觀眾可以感受到四面舞台嘅不一樣。咁我好想講講今次呢，我哋就帶咗200幾，我哋嘅團隊有200幾人，俾啲掌聲我團隊好嗎？其實都係一個相當之大嘅一個團隊，我自己都未試過一個咁大嘅團隊，我自己都好榮幸同埋有啲緊張，都希望將今晚呢個 show 能夠做到盡善盡美。所以每一個今晚嚟到嘅團隊嘅成員，每一個即係一個都唔能夠少，每一個都咁重要。我好想喺呢個 show 嘅開初，首先介紹咗今晚嘅 band leader 梁基澤。喺大馬開演唱會已經好似係10年前嘅事啦，撞鬼啦！即係人生有幾多個10年啦？下一個10年我都62歲啦。咦，你哋可能有啲都80幾歲喎，到時唔好笑得咁大聲喎，你檢討下自己嘅年紀先。唔緊要，我哋一齊成長，好嘛？一齊去見證即係生命嗰個美好，一齊見證 Sammy keep 得幾好啊！我唔知解啊，咁都真係 keep 得幾好嘅，我都講。咁今晚咧呢個 show， 我就原汁原味將喺澳門嗰個 show 完全咁搬過，因為好多朋友睇過澳門個 show， 覺得哇好精彩，好中意個 run down。咁我見有咁多朋友都冇睇過，我就今晚好少可我唔改嘢，我通常我都改狂改嘢，但係我都覺得呢個 run down 係相當之圓滿啊！每一晚睇觀眾都好開心，所以我就決定今次就原汁原味送俾大家。咁啊，跟住嚟呢隻送一隻比較 warm up 啲嘅歌俾大家，好多嘅感動，好多即係我感受到你嗰種熱情，即係大家咁耐冇見，不但冇生疏，我依然感受翻大馬人有嘅熱情啊！果然係熱嘅地方，果然熱辣啲啊！我塞住兩隻耳，我都聽到你哋嗰啲歡呼聲，嚟睇你幾大下嚟睇，俾大力啲嘅掌聲我嘅 Jason。今次我哋帶咗香港帶咗40幾位嘅舞蹈員嚟 ，Thank you。有冇人係其實喺澳門或者香港已經睇過呢個演唱會？有冇人今次真係第一次睇啊？多數都係大馬嘅朋友第一次睇，好唔好 feel 啊？正唔正啊？買唔聽話飛啊？買唔到啊！我幫你唔到喎，買唔到咯。今晚你都拍晒啲 video， 慢慢留念啦。咁啊喺度同大家唱一啲我自己好經典嘅歌，有呢一隻《不要驚動愛情》。其實成日都有諗下，如果有機會有陣時過嚟住下2、3個月都幾開心，日日都咁熱，唔使諗襯衫，日日就背心牛仔褲，好似好爽咁。幾熱我都唔怕，我係好仲係好怕凍，幾熱我都唔怕，同埋幾熱唔開冷氣我都係冇問題嘅。你睇下我幾能夠適應熱帶地方。咁睇下將來會有機會啊，有陣時過嚟少住2、3個月都應該幾開心，去下啲嗰啲咩街市啊，食下啲街邊小食啊，真係好開心啊！諗起，咦，我聽晚就可以食榴蓮啦！有咩榴蓮好介紹啊？黑刺，仲有咩啊？係咪有個24咩24D 啊，24A 啊？雖然我大部分都唔認識台下觀眾，你知我叫鄭實文，但係我唔知你叫咩名，但我感覺好似見翻啲老朋友嘅感覺，係老朋友啊，唔係朋友，已經係老朋友嘅感覺，係有一種，好似又見翻大家好開心，好似有一種聯繫，一種無形嘅聯繫，呢種聯繫我諗就係嚟自我嘅音樂，
我咁多年我嘅音樂或者我嘅電影世界，我裡面嘅角色就好似陪住大家成長。咁而家大家都去咗人生唔同嘅階段，我只好希望大家喺自己呢個人生嘅階段都可以揾到自己屬於自己嘅快樂，屬於自己嘅奮鬥，甚至屬於自己嘅夢想。唔好話40-50歲做嗰個夢想，其實40-50歲都可以有夢想嘅，都可以擁抱自己嘅夢想，做自己想做嘅嘢，健健康康。咁我希望下一次離開演唱會唔係10年，應該唔使10年嘅。咩啊？關許太咩事啫？唔使10年。希望下次再嚟係好不久嘅將來啦。咁喺度真係要送今晚最後一隻歌俾大家。